检察院黑旗一直驻守在京都城外，但是辎重粮草一直是由京都来调配，所以免不了由一处来协调。这里记载着这些年物资的调配和黑旗的调动，你仔细看一看，以后这件事你就担起来吧。这点小事您找个人说一声就行，干嘛亲自跑一趟？检察院黑旗不受军方控制，整个大清国除我之外，只有一个人能调动黑旗。陛下。对。哦，对了，听说您相要告老还乡了？是，就这2天的事儿。真快啊！人都老了。不过最近这段时间，告老还乡的不只是林香一个人。你仔细看看，多费点心啊！走了。这就走了？忙着呢。这算什么？哑谜吗？大人，这么晚了，吃点夜宵吧。你说这到底算什么呀？考题吗？黑旗的辎重运送都是一处负责。您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不会，这里边绝对藏了别的意思。哎呀，就是想不出来。你说他有什么话，为什么不能直说呢？会不会这话他就是不能直说呀？咦，师伯，师伯，不是说好不送了吗？搭个便车。你去哪儿啊？就前面。又打什么主意啊？师伯这次离京，未免有些冷清。这送别吧，哭哭啼啼，喝践行酒，吟送别诗，这一套下来，累得很。年纪大了，安静些好。师伯放心，我不搞这套。大宝，我家饭菜他很喜欢，这2天吃胖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按您的意思，我没跟他说您要走，这就对了，让他开开心心的，少碰离别。但我觉得，您离开京都，心里想见最后一面的，应该还是家人。最近告老还乡的重臣还有谁？最近告老还乡离京的，京都府尹梅志礼，您见过呀？下场如何？听说是让马匪给劫杀了。还记得那天吗？记着，看看哪天调动。6月13呀。这还真有黑旗领命出营啊！不会吧？还有最重要的一句，难道是这哑谜打的还真是一句废话没有？走，这样说吧。真碰上黑旗，咱俩也拦不住啊！情况紧急，我上哪儿找兵马去？拼一把！这不是范闲吗？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我不是领了宫中侍卫的副职吗？调着禁军懈怠，带他们出来练练。在这儿练？陈院长安排的。禁军嘛，要凑个空日子不容易。真有他的。怎么了？殿下，掉脑袋的买卖敢不敢做？你要这么说，听着可刺激啊！可能要冲黑旗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人是你拐走。时间紧迫，来不及解释了，跟着我。这。大家好，大家辛苦。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边的全是禁军，还有这一位大皇子，常年在边境领兵，好歹也是个皇子。好歹是个。还有那一位王启年，不是大人，你说我不管用的，轻功特别好，谁也追不着。各位手下到时候留情啊。又是禁军，又是皇子，再加一个轻功特别好的，不好灭口啊！要不商量一下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各回各家。将来有人问起来，就拿这个说事儿，所有责任在我。有的商量吗？你是范闲，是我。身为黑旗，非受命不可出营。我既在这儿，便是领命来的。范提斯应该知道，军令如山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收。你这可有点割裂啊！你不说各回各家吗？不是军令如山吗？黑旗隶属监察院5处，此次出营领的是5处之命。范提斯于监察院内，只在院长一人之下。你的命令高过5处，所以各回各家，便是军令。多谢。哎，军令。归营。
这是还有事儿？听闻提斯死讯，我连夜买的。那我谢谢您。幸好是误传。要不输钱我赔你。不用。提斯可方便留存墨宝。你没带笔啊？有笔吗？别看我，干什么？写书也是书。你有笔，有笔。这也没有墨呀。你研墨还需用水，茶水不行吧？好过用血。有道理。来吧，大爷。二位挡光了。哦，吐一个吧。不是让你吐，是写上你的名字，表示赠签于你。甚好。贵姓啊？荆，荆棘的荆。对，好姓。名字？无名。荆无名，好名字。哎，不是无名，是没有名字。职位？副统领，隶属武处。啊，好，好。字儿不太好。你谦虚了。难怪院长说，提斯落笔，鬼神一惊。多谢。荆统领喜欢读诗？不懂，但喜欢。庆国文坛积弱已久，提斯横空出世，是乃庆国之幸。在下即便不懂诗，也敬佩你这样的人。范提斯，你活得真好。同感。这。师伯，我陪您回乡。我猜错了。什么猜错了？黑旗出现，这说明了什么？陛下想杀您。不对，陛下不是要幻象，而是要废相。有什么区别？废相，废除宰相之制。我判断错了，所以应对也就错了。你等一下。
这个上面记的都是我所有的门生旧故，你把它交给陛下，然后对陛下说，我回乡后为上一奏折，严明相位之害，百官之首，权位过重，若与虎狼之臣社稷将位啊！飞翔之举由我牵头，与陛下无关。好了，你回京吧。我还是送您一段吧。没必要。东西送过去，话传过去，我自然安然无恙。黑旗都来杀您了？不是要杀我，是提醒我。这么自信吗？这还不是杀您？我不会死的。这些下人，恐怕一个都保不住。我不是没智力，若我死了，史书没法写。陛下行事鬼神莫测，手段高明。高什么明？手段也就是那样。你若掌控六部，手握兵权，你同样可以手段高明。这话可以小声点。陛下最难得的地方就是，谁也看不穿他下一步会做什么。你与老二相争，陛下推波助澜，这才有了春闱斗法，继而引出舞弊一案，而舞弊又带出了我，于是陛下才达到了废相的目的。陛下借力打力，所有心思都潜藏不露。范闲，你要记住一点，永远不要完全信任陛下。不到最后一步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看穿了他。您这话说的，好像我要跟陛下争斗似的。这就由不得你了，是吧？别废话，在城外都送了一遍了，再送我受不了。哎，对婉儿好点儿。这次进军出行，算我头上。我进军演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演练？我最近刚想起来，进军这么些年，演练太少了些。这么下去，如何临阵啊？今日出京，不就是为了好好练一练什么叫做千里行军、破山开刀吗？多谢。谢我什么呀？我练我的兵与范提斯何干？大哥怎么也在？凑巧碰上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是我爹。小麻烦。黑旗冲阵可不算小麻烦，幸好这家伙提斯身份好使。没事儿了。还得感谢大殿下相助。不用谢过，黑旗不给禁军面子，今日之嫌也只有你才能平息。多谢大哥。自家兄妹不谈这些。我与你之间虽然不用说谢字，但这是我爹的性命。范闲，算我欠你一条命。夫妻本就一体同心，你的命不就是我的命吗？还没成亲呢。还没成亲呢，你这是想赖到哪儿去啊？陛下口谕，宣大殿下与范闲入宫见驾。撤！这么快？父皇震怒，你就推到我身上，就说是我要送你下。不行，这是抗旨，你扛不住他。陛下旨意让林相告老还乡，别的旨意我没听过。等大宝醒了，就送他回去。放心，没事的。我跟你一起进宫。那就全完了。小人在此为二位引路。父皇在哪儿见我们？
御书房，请。就是重罪，多少刑都会拿捏。我在殿上，那就还好。洪公公，我能吃吗？请。你倒轻松啊！陛下真要砍我的头，我也不能当饿死鬼啊！来这儿。咱们2个鬼啊，吃饱一个得了。你想想，到底怎么说？不怕，我都已经死过1次的人了。怎么了？可能是脚扭了，没事，你先走着，我给他正一下。陛下得知消息后，未有息怒之色。南方在御膳房送的糕点，陛下吃了2、3块。陛下平日动怒之时，绝不会去动糕点。这都敢说，脑袋不要了。大人恩情，小人并未忘却。陛下，他们都候着您呢。传大皇子。是。殿下，陛下让您进去。父皇，听说最近你跟范闲走得很近，确有其事。朕想问问你，你这次前来是为他求情呢，还是为自己开脱呀？儿臣想替我们俩求情。为什么替他求情？儿臣看他有些顺眼。看他有些顺眼。来，坐。坐。怎么看他就顺眼了呢？他重情义。他重情义，那别人呢？京都百官多是重名重利，重情者少了些。陛下，户部尚书范建求见，让他等着。是。刚才你说诸子百官重情者少，知道为什么？儿臣不懂。李成儒，你是一个忠厚之人，不懂为好。儿臣常年驻守边境，眼光见识是浅薄了些。浅了好，安心省心。去吧。是。哎，把范家父子叫进来。是。陛下，臣是来谢罪。何罪之有？擅自出京，调动黑旗。陛下，这是临相回乡之时，将麾下门生旧故的名册转交于臣，臣献于陛下。范建，你来干嘛？臣，袖子里头装着什么东西？戒尺做什么用？范闲抗旨啊！
他擅自出京，调动黑旗，陈听了火冒三丈。范家一族向来弑君以忠，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逆子？你准备怎么处置？臣想家法伺候。准。打！逆子！逆子！你气死我了！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逆子！范闲，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还哪有脸见陛下？好了，别装了。行了，范闲没事了，范闲没事了。真的？哎呀，你干嘛一直黑着个脸呢？你吓死我了你！给你个忠告啊，人不要太聪明了。属下记住了。那属下就回府里去等小范大人了。哎，既然来了，帮我办完事再走吧。你说，6处有人被杀了，麻烦你趟一趟。麻烦倒不麻烦，按这地方到京都这距离，应该当地的同僚办案呢。是，现在人手缺少，你是老江湖了，帮我看一眼。这案子有什么特殊的吗？我等着你回来告诉我呢。哎，我这就去。从南门出去，有人在刘家坡等你。我快去快回。林相的事儿，朕一点都不在意。今天让你们前来，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范闲，该完婚了。啥？你范闲该完婚了。我跟婉儿的婚事，你还想换一个人不成？啊，不换，就婉儿。好，3天之后完婚。3天来得及吗？从礼部拿银子，我们在事后给他补上。陛下，这不合规矩。范建、范闲，你们听好了，这桩婚事不是你们的家事，是国事。是国事，陛下英明，臣领旨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有事没事？成亲了，回头来喝喜酒。亲，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哎，他要成亲了，我去宣旨。哎，纸宣完了？宣完了。要不要留下喝口茶？还得赶回宫里。3天后大婚，这哪来得及筹备呀？来得及，礼部操办，宫里出钱。我早说过，以我哥的才华，陛下肯定会宠着。哎呀，你呀，就这样把纸接了？哎呀，没问题。你稳重一些。这一惊一乍的做什么？爹娘，哥姐，咱要发财了，这是无本的买卖。什么无本的买卖？听着跟劫道似的。说这么难听啊？什么叫劫道啊？你成亲这档子事儿，可比劫道挣得多多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想啊，宫里出钱，礼部操办，这咱家不就是没有本钱吗？皇恩浩荡，这是多大的荣耀啊！倒是这道理，对吧？等到那个时候，那京都这么些名流
文武百官那不得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呀？你是说人来的多，礼金就多？他想的恐怕不是人多，他想要人少。要么还得说你是我哥呢。那人少，礼金不就少吗？这都什么情况了？你还在乎那点礼金呢？不重要，礼金还不重要，资格最重要。什么资格？入席的资格呀！你想谁不想吃这顿饭呀？到时候咱这就得大办，能办多大办多大，得让北齐都能知道。但是呢，能够进范府的机会，入席的资格越少越好，越精越好。就得是那些个京都的达官显贵，要进不了咱家的门，就是臊子都出不了门。饥饿营销啊！人要来了，也不能让人家忍饥挨饿，是吧？也得好吃好喝好待遇。那请谁不请谁，不都得罪人吗？不得罪啊，咱摊开卖呀，公平公正，价高者得。就是哥发明那词儿拍卖。咱嫂子皇家郡主够可以了吧？他要是成亲，他那几个哥哥不得来吧？太子得来吧？皇子得来吧？那满朝文武都得来呀！到时候这得吵到什么价去？人脑子打成狗脑子！这趟拍卖会必须由我来主拍，我来操控节奏。哎，你是偷偷回来的，最好别露面。那无所谓，已经都这种局面了，谁主拍都一样，姐你主拍都行，是吧？到时候这些人一来，咱们这些，哎呦哥，可能还得麻烦你，你再多娶俩，是吧？这产业一形成，这咱马上就成庆国首富了。我这辈子可就娶榜上一个，不多娶了。行，一个也行，就娶一个也可以，我也能让这产业做起来。你是说等你成亲的时候再来一轮？那我成亲谁来没用，他就得范闲。不行，咱就这么着，只能委屈一下我嫂子了。过2年呢，你找个茬儿，就把我嫂子给休了。和离之后呢，咱们还能复合吗？你再成亲，咱就再办一回，再办一回又收回钱。成亲合离，成亲合离，亲离亲离，发财了！坐下。各位，怎么才来呀？我都到了会儿了。哎，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出发！里面死的是6处的好手，我率队守卫，你进去验尸。这不得找个仵作来啊？院内绝密，知道的越少越好。那我也不能空着手干活啊。陪我一起吧。若有敌踪，全力冲杀，伤亡过半时，分兵抵挡，护送王启年回京都。这些已经是最上品了，总觉得差点意思。范闲大婚，殿下未免也看得太重了。禀报殿下，一家大小姐求见。进。
这么晚来，哪一出啊？婉儿跟范闲要大婚了。听说了。婉儿跟我如同姐妹，她跟范闲在一起并不容易，你别捣乱。怎么这么想啊？你说呢？我之前是给范闲下过套，可这次不一样，自家妹妹大婚，不想横出波折。你瞧，我这不是正在给大婚挑礼物呢，来帮忙选选。你发誓吗？要不然咱们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问我个问题，我对天发誓，给你的是实话，否则我不得善终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也问你个问题，你必须说实话，这才公平。行啊，反正我又不撒谎。要发誓。好，我也对天发誓，待会儿你问我什么问题，我都如实相告，不然就叶氏一族家破人亡。问吧。婉儿大婚，你会不会借机闹事？不会。没想过？没想过。不管我与范闲斗成什么样子，在我心中始终把婉儿当自家妹妹。那就好了，该你问了。你方才说你与婉儿情同姐妹啊，胜过亲姐妹。那你可不该有事情瞒着她。我怎么可能有事瞒着她？那我的问题来了，林拱遇害当天，范闲来找过你，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发过毒誓的，得说实话。你怎么知道？范闲在京都有些名气，去过哪儿，遇过什么人，费点心都能查到。怎么？难不成你跟范闲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瞒着婉儿？不是的。那是范闲来找我，就是问我件事儿。问了什么？你看见林拱与那2个牛栏街刺杀的女刺客见面，是你把这消息告诉范闲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不会破坏他们的婚礼。当然，我说到做到。你放心，这场婚礼一定会很热闹的。院长回来了。辛苦了。应该的，还扛得住。那具尸体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怎么死的？利器穿刺而亡。从伤势上看啊，凶手出手极快，易如凡人，武功高强。可除此之外呢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自江南到京都，山条水长，这跟江南有什么关系啊？前些日子，江南有连环杀手出没，此人武功极高，行踪难寻。费介亲自前往江南，就是为了这个案子。有费老出手啊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费介前几日飞鸽传讯说他跟丢了，费老都跟丢了。自那日起，江南到京都，官府沿线不隔数日，就会有监察院的同僚惨死。那这凶手是从江南奔着京都来的？你看到的应该是最后一个。那按脚程算，此人应该到了京都。可这是谁呢？他能让费老无功而返？
从这伤势上看，跟我今天见那尸体一模一样。一个人干的。你往前翻，往前翻，看看死者是谁。园长，那这个消息我能告诉小范大人吗？你觉得为什么能让你跑一趟？明白了，替您告退。林拱被杀时不是没有怀疑过范闲，但当时范闲反驳的理由就是他并不知道林拱与刺杀有关，所以他根本没理由杀林拱。可事实证明他是知道的，所以他有动机。林拱的死很可能跟他有关。殿下，您接受婚约和叶小姐来往，难道就只是想要得到这个答案？别把我想得这么坏。范闲与郡主成亲是接掌内库的条件。如果没有这场婚事，内库就有机会重归旧主。殿下，3日时间足矣，只要把这消息告诉郡主，这场婚事就再也不可能发生。谢必安，我没有想到你会有这么坏的想法。你是说有个连环杀手从江南到京都一路杀人？是。然后从死者伤势上看，跟从前的一个验尸结果类似。没错。那这所谓的从前的这份验尸结果，死者是谁啊？林拱。你没看错？不会错了，大人。2次伤势非常相似，这凶手啊，2次杀人，出手速度都是极快，异于常人。当然了，也有另外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这次的连环杀手跟当年杀害林拱的那个凶手用的武器相似，武功呢也相差无几，也会有如今的这个结果。你刚才说，这个凶手是从江南一路奔着京都杀过来的。从时间上算的，现在应该已经在京都了。从我记事儿起，你就一直守着我。只要有你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你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守护神，还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。所以我希望你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。找到自己想做的事，为了自己吗？
醒啦，姨娘，哥醒啦。范闲醒了，睡好了吧？姨娘来了。哎，叔叔，你先出去啊。我换个衣服啊，姨娘。不用，正好是衣服。这2项都得是。想得美，满院子都是。这个颜色我试试。丽姐，还有丽姐，丽姐我再看看。看来啊，真是如意郎君，小姐都笑开花了。不是，我在想，范闲这个时候应该也在试衣服。那肯定呀。你觉得他会逃吗？逃什么？逃婚呀！我觉得这就挺好。你觉得有什么用啊？得一件件试。你们先试，我出去一趟。走，是别想了。太折腾了，我受不了。折腾，这才最外面一件，3套内里都没到呢。我死了得了。说完再死。叔叔，你从小最听话了，你放哥走吧。哥，我也是心疼你。你明明在笑。有吗？我早上没吃东西，心里慌。边换边吃。我接手。让他这么试，怕是生不如死。您怎么知道啊？我了解他呀。若是这时候都不逃，那就是真放不下我了。不跑了？来吧。小姐，您还有很多衣服要试呢，再累啊也得忍忍。他不逃，我就不逃。婉儿，婉儿，灵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试了好多衣服，都快挑花眼了，你快帮我选一选。我有要紧事。你们先歇会儿，都下去吧。都下去吧。找我有事儿？李晨，啊切！你怎么了？得伤寒了？没有。啊切！小桃，快去把治风寒的药拿来。小姐，您放哪儿了？就在……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你等我一下。这绸带是不是有点长啊？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件不错，应该算是甲等上乘。甲等上乘，你觉得呢？行还行。谁问你了？你来干嘛？他找我有事儿，找我有事儿。哎，别走啊！我不急，你忙你的呗。抓紧灵儿回来继续。
说吧，啥事儿？爹让我叫你啊，我这就找他。没事，不忙，你这重要，他不着急。我着急。爹，爹，您找我？哎呀，我说了不管用。我是真受不了了，这一箱一箱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哎呀，人生大事得要周全。不是，这一件又一件的，看着都差不多，有什么区别呀？谁说不是呢？您当年也这么试的？我试的比你多。那您怎么过来的？熬过来的。哎。你跟着叹什么气啊？我是想啊，寻常人家根本没有你这种机会换这么多套衣服，你这烦恼啊，其实是人家的幸福。我说错了。你是范思哲吗？你能说出这话？我这次北上啊，见了太多了。咱们大庆就算国力雄厚了，可是还有好多老百姓都饿着肚子呢。所以呢？所以就得多挣钱呢。我多挣钱就多开铺子，最好铺满全天下，什么大庆啊、北齐啊，哪怕是东一城都开铺子。那铺子开的多了，来做工的人也就多了。我没想的太大太远，就想着让所有人都吃上饱饭。说的没错。嘿嘿嘿，光赚钱怎么行呢？哎呀，你有这份心，也算是长大了。范闲啊，叫你来是有些事儿，要你自己衡量。你这次大婚惊动了整个京都，一个呢，你有诗仙之名；二一个，将要接手内库；再一个，陛下亲自指婚。如今朝堂上下各部官员都等着上门贺喜，咱们家就这么大，塞不下满朝文武。喜宴名单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提醒一句，请谁都好说，难的是筛掉哪些。来不了的人心里难免有刺，天知道什么时候就推你一把。你再说说，这拍卖会能成？所以说，请谁不请谁，都不合适。是这道理。那就谁都别请了。成亲不设宴，说不过去。家宴，家宴，家宴。什么意思？陛下命你留在信阳，若无旨意，不可回京。我抗旨，就是偷偷回来的。你现在可以去告我，一告一个准。回京都是想做什么？给你的。别怕，只是我的一份贺礼。与婉儿成亲之后，你就该接手内库了。这是内库的账本，还算有诚意吧？不惜抗旨回京，就为了送这个？成亲那天，我要见见婉儿，她是我的女儿。成亲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我没有过那样的生活。
但是我希望他有，我也想给他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所以婚礼期间，你我休战。那婚礼之后呢？那还用问？你死我活。就没有想过我不答应？刚刚说了，可以去告我。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你怎么选，我都接着。在京都住几天？看我高兴。住哪儿？反正不是范府。藏得好点儿。该叫我一声娘了吧？内库底蕴犹在，范闲又是个人才，我猜不出4、5年，亏空即可追平。这账本大张旗鼓地送来，该知道的都知道。天下商贾逐利而行，既然知道欠债，谁还敢跟范闲做买？这亏空只会越滚越大。半年之内若无转机，他就得把内库吐出来。哎，半年时间，2000万两，即便是神仙也做不到吧？除非有人愿意帮他。范闲入京以来，有没有明确的表示过要投效东宫麾下？还没有。2000多万两的大客，换个礼尚往来，不过分吧？你是在救他。想救你的人不多，落井下石的人不少。毕竟数目比较大。是2只眼睛都看不清了吗？不，就这只。啊，应该是老花。毕竟2000多万，你就一点都不上心啊？先不管他，成亲了再说。别着急，欠款的事情，陛下知道，我也知道。我不着急。其实我这次来啊，也不全是为了这事儿。连环杀人的事儿，王启年和我说了，凶手看清了吗？我猜想着你当天就会来找我。这事儿要能摊开说，您就不会转个弯让王启年跑一趟了。你小子可以做官，是吴主书干的吗？不知道。从江南一直杀到京都，见过他的人都赔了心。那这些天呢？这些天京都平安，凶手好像是销声匿迹了。那就不是他。吴珠忘记了很多事情，如果再来一次呢？如果他连你也忘记了呢？甚至对你出手，该怎么办？您这老花，我给您想想办法，一定给你解决。如果真是他的话，怎么办？我成亲，您来不来？那是你的家宴，就是家宴才会请您啊。我早就没有家了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成婚之后再看吧。
这是随礼。人不去礼不随，不合适。里边装了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。祝你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